誒，等等，冇走住，講嘅就係你啊。點解自己成日都係人哋口裏邊諗得太多嗰個人？1分鐘時間，等你了解自己。其實對於成日會諗好多嘅朋友仔，我硬係會帶住一份自己嘅慈悲。好多時八字裏邊咧，印重又為忌，又或者食傷重亦為忌嘅朋友仔，你哋咧就會俾人哋諗得多得多。而諗嘅嘢咧，可能又有陣時太泛、太虛，或者太難堅持落地，所以好多時你哋會俾人話你懶啦，或者太優柔寡斷啦。但其實我都知道，實在因為冇人能夠為你哋托底啊，所以請呢啲朋友仔真係唔好太過苛責自己，思慮過多。好多時候係因為喺嗰啲迷茫而且無助嘅你嘅童年嘅時光裏邊，冇人能夠給你指引前行嘅方向同埋答案，你只能夠喺自己嘅心底裏邊反覆咁去推演，只為自己尋找一個出口。其實呢個唔係你中意鑽牛嘅尖，而係你喺黑暗之中嘗試不斷摸索嚟給自己揾一條生路。因為冇人托底，既來之則安之嘅情況底下，只能夠係理性嘅清醒嘅計算之間反覆咁權衡，只為確保你嘅前路可以順水一啲。但係就係因為呢一份無人可依嘅處境，就好似你處荒野之中，卻不得不去尋找火種一樣嘅絕境。雖命數有云，天不得時日月無光，地不得時草木不生，水不得時風浪不平，人不得時利運不通。但係，我想俾一個我最中肯嘅建議俾你哋，就係一句說話：立命先立言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喺呢個世界上，到最後可以成為最優秀嘅自己，已經係 very very good， 已經好。所以你可以先給自己啦一個種喺時光裏邊土壤裏嘅契約。正所謂台上1分鐘，台下10年功。將人哋曾經誤解你或者嘲笑過你嘅所謂你有野心，所謂嘅不自量力，釀成你成長過程最有用嘅肥料。一個最粗糙嘅開始，只要佢係一個開始，就係一個最好嘅開始。滴水都能夠穿石，要相信嘅力量。人嘅一生咧，由出世到死亡，其實就係一個必死無疑嘅過程。所以完成比完美更加重要，體驗比成功更加重要。花多啲時間打造自己，使少啲時間研究別人。研究人咧，你可能會變，但係研究事咧，遲早一定